早晨，台中或新北的公寓里，当你从床上起身，准备开始新的一天时，膝盖突然像是被卡住了一样，想要下楼，必须紧紧抓住扶手，每踏出一步，就像有刀子在刺痛着你的膝盖，这样的场景，是不是很熟悉？在台湾，这个种情况实在太常见了。去菜市场买菜时，膝盖突然一阵疼痛；搭捷运时，爬个几阶楼梯就感到吃力，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时膝盖僵硬得不得了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很多人会想，老了啦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选择忽视这些警讯，继续觉得老了就是这样，那么几年之后，你可能会连路都走不了，甚至需要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，那种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，还有经济上的巨大负担，以及生活品质的彻底改变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没有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的膝盖多撑10年甚至20年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智慧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林志辉医师。林医师在台湾从事骨科临床工作已经40年了，他见过太多因为忽视膝盖问题而最终无法行走的病人。他的风格一向温和从容，但今天他要用最真诚的态度告诉你如何保护你的膝盖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林医师说，要保护膝盖，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膝盖会痛。很多人以为膝盖痛只是老化，但其实背后有5个主要的原因，而且每一个原因都是可以预防和改善的。第一个原因是软骨磨损。我们的膝关节里面有一层软骨，就像是2块骨头之间的软垫。当这层软垫慢慢磨损变薄，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直接摩擦，产生剧烈的疼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走路时会感觉膝盖卡卡的，甚至发出声响。第二个原因是大腿肌肉无力。在台湾，很多人不喜欢锻炼腿部肌肉，长时间坐办公室、坐沙发，导致大腿前侧和后侧的肌肉越来越弱。当肌肉不够强壮时，就无法有效支撑膝关节，所有的压力都直接压在骨头和软骨上，加速了磨损。第3个原因是血液循环不良。台湾的气候潮湿，冬天又有湿冷的感觉，加上很多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，这些都会让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变差。你可以把血液想象成运送物资的车子，如果道路塞住了，车子进不去，那么膝关节所需要的养分和氧气就送不到，受损的组织也无法修复。第4个原因是体重过重。也许你只是比标准体重重了3到5公斤，但你知道吗？这3到5公斤会在你走路时对膝盖产生3到5倍的压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多了3公斤，
你的膝盖实际上要承受额外9到15公斤的负担，长期下来，膝盖当然会受不了。第5个原因是生活习惯不良，台湾人很习惯蹲足做事，比如蹲着洗衣服、跪着擦地板，或者周末去爬象山，沿着河堤走很长的路，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健康。但如果膝盖本身已经有问题，这些动作反而会加重损伤。林医师用了一个比喻，膝盖就像一台机器，如果道路不通畅，血液这台运输车进不去，那么这台机器就无法自我修复。所以改善血液循环是保护膝盖最关键的第一步。了解了这5个原因之后，你会发现膝盖痛不是无法解决的，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采取行动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到的秘密。林医师在诊间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人，他发现有一种方法是我们的阿公阿妈从很早以前就在使用的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米酒加上姜，没错，就是你家厨房里常见的这2样东西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有用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首先，姜具有温热的特性。当你把姜敷在膝盖上，或者用姜汁按摩膝盖周围时，它能够让局部的温度升高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干了我们刚才说的吗？血液循环不好是膝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姜就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血管的门，让血液能够顺畅的流动。其次，姜还有天然的抗发炎作用。当膝关节发炎时，会产生肿胀和疼痛，而姜能够帮助减轻这种发炎反应，让你感觉舒服很多。再来，姜还能帮助膝盖周围的肌肉放松。很多人的膝盖痛，其实是因为周围的肌肉太紧绷了。姜的温热效果能够让这些肌肉舒展开来。那么米酒的作用是什么呢？米酒就像是一把更强大的钥匙，它能够帮助姜的有效成分更快、更深入地渗透到皮肤底下，直接作用在膝关节周围的组织上。对于台湾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这个方法特别合适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，冬天湿冷，膝盖特别容易冻僵，而且几乎每个台湾家庭的厨房里都有米酒和姜，取得容易，使用方便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？原来厨房里的东西就能帮助我们保护膝盖。现在林医师要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在家里自己制作这个米酒姜液。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但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，所以请你仔细听。第一步，准备材料。你需要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，首先是米酒，建议选择酒精浓度在20到25度之间的米酒。这种酒精浓度最适合外用，你可以在超市或传统市场买到，选择台湾人常用的品牌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姜，一定要选择老姜，不要用嫩姜。老姜的味道比较浓烈，药性也比较强，效果会更好。你可以从姜的外皮来判断，老姜的皮比较粗糙，颜色比较深。最后，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瓶，千万不要用塑胶瓶，
因为酒精会和塑胶产生反应，玻璃瓶最安全，也最适合保存。第二步，处理浆。拿到老浆之后，先用清水冲洗干净。你可以选择把浆皮刮掉，也可以保留，这取决于你的个人习惯。如果你担心浆皮上有泥土或杂质，那就刮掉；如果你觉得浆皮有药效，那就保留。洗干净之后，把浆切成薄片，大约2到3毫米厚就可以了。切得太厚，有效成分不容易释放出来；切得太薄，又容易破碎。所以2到3毫米是最理想的厚度。如果你想要一次多做一些，可以把浆切好之后，分成几份，分别装在不同的瓶子里，这样保存起来比较方便。第三步，调配比例。林医师强调，比例非常重要。标准的比例是1份浆配3份米酒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用了100公克的姜片，那么你就需要300毫升的米酒。把切好的姜片放进玻璃瓶里，然后倒入米酒。注意，米酒一定要完全淹过姜片，不能让姜片露出叶面。如果姜片露出来，接触到空气，很容易发霉或变质。第四步，浸泡与保存。把姜片和米酒放进瓶子里之后，盖紧瓶盖，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，也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，室温保存就可以了。浸泡的时间也很重要，最少要泡3天才能使用，但林医师建议最好泡2个星期，这样姜的有效成分才能完全释放到米酒里。在浸泡的过程中，每天记得拿起瓶子摇一摇，让姜片和米酒充分混合。第5步，林医师特别叮咛的注意事项。林医师特别强调几件事情，请你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这个米酒浆液只能外用，绝对不能喝。虽然米酒和姜都是食材，但这个配方是专门设计来外用的。喝下去不仅没有效果，还可能对身体有害。第二，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，使用之前一定要先做测试。你可以把少量的米酒浆液涂在手腕内侧，等30分钟，看看有没有出现红肿、发痒或其他不适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再涂在膝盖上。第三，使用时不要过量。虽然这是天然的材料，但任何东西用多了都不好。如果你涂得太多、太频繁，皮肤可能会变得前燥或受到刺激。现在你已经做好了米酒浆液，接下来林医师要教你如何正确使用。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10分钟，但效果非常显著。只要你每天坚持做，膝盖的状况一定会改善。第一步，清洁膝盖周围的皮肤。在使用米酒浆液之前，先用清水或温水把膝盖周围的皮肤轻轻擦拭干净。注意，不要用力搓洗，因为这样会刺激皮肤。只要把表面的灰尘和汗水擦掉就可以了。擦完之后，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拍前。第二步，涂抹米酒浆液。准备一块干净的棉片或纱布，把它浸泡在米酒浆液里，让它充分吸收液体，然后轻轻地把棉片敷在膝盖上。注意，不要直接把米酒浆液倒在膝盖上，这样会浪费，而且液体会流得到处都是。如果你没有棉片，
也可以用手指沾取米酒浆液，然后涂抹在膝盖周围，记得要涂得均匀一点，让整个膝盖都能接触到。第3步，按摩3到5分钟，这一步非常关键。林医师建议，在涂抹米酒浆液之后，要用手进行轻柔的按摩。按摩的方式是用手掌或手指，以画圆圈的方式，从膝盖下方往上方按摩，力道不需要太重，轻轻按压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按摩呢？因为按摩能够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，让米酒浆液的有效成分更快地渗透进皮肤底下，作用在膝关节周围的组织上，而且按摩本身就能帮助放松紧绷的肌肉，减轻疼痛。按摩的时间大约3到5分钟就够了。你可以一边按摩，一边感受膝盖周围慢慢变得温暖。这就是血液循环改善的信号。第4步，保暖。按摩完之后，用一条薄毛巾或护膝把膝盖轻轻包起来，保持温暖。注意不要包得太紧，也不要用太厚的毛巾，因为这样会影响血液循环。只要能够保持膝盖的温度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夏天，天气比较热，你也可以不用特别保暖，但要避免让冷气直接吹到膝盖上。第5步，使用频率。林医师建议每天使用1到2次，最好是早上起床后1次，晚上睡觉前1次，坚持使用至少2个星期。你会开始感觉到明显的改善。如果能坚持4个星期，效果会更好。很多人会问，可以一直用下去吗？林医师说，只要你的皮肤没有不适，当然可以长期使用，但记得，如果出现任何红肿、发痒或刺痛的感觉，要立刻停止使用，并咨询医师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安全，而且你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做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够让你重新掌握自己的健康，不再只是被动的忍受疼痛。现在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陈阿姨，她今年72岁，住在台南。陈阿姨的膝盖痛了整整5年，每次去菜市场买菜，她都必须扶着摊位的桌子或推车，才能勉强走动。去佛寺拜拜的时候，短短的一段路，她要停下来休息3、4次，才能走到正殿。陈阿姨试过很多方法，吃过保健食品，也去过诊所打针，但效果都不持久。她开始觉得，也许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。后来，陈阿姨听朋友介绍，来找林医师看诊。林医师教她使用米酒浆液，并且搭配简单的腿部肌肉训练。陈阿姨很认真地照着做，每天早晚各用1次，从来没有间断。10天之后，陈阿姨打电话给林医师，兴奋地说：“林医师，我早上起床踏出第1步的时候，膝盖不再刺痛了。1个月之后，陈阿姨已经可以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不需要任何人搀扶，她还能够去佛寺拜拜，不用再频繁地停下来休息。”陈阿姨说：“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要这样痛下去了，没想到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就让我重新找回了自由。”林医师说，这不是什么奇迹，只是坚持。人的身体是很诚实的，只要你用对方法，持之以恒地照顾它，
它一定会给你回音。虽然米酒浆液是非常安全、天然的方法，但林医师也特别强调，有些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的，请你一定要仔细听，确保自己使用时的安全。第一种情况，皮肤有伤口或发炎。如果你的膝盖周围有伤口、破皮、溃疡，或者正在发炎、红肿、发热，那么千万不要使用米酒浆液，因为酒精会刺激伤口，让情况变得更严重。你应该先等伤口愈合、发炎消退之后，再考虑使用。第二种情况，对姜或酒精过敏。有些人天生对姜或酒精过敏，使用之后会出现红肿、发痒、起疹子等症状，所以林医师建议，在第一次使用之前，一定要先在手腕内侧做测试涂一点点米酒浆液，等30分钟，看看有没有不舒服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再涂在膝盖上。第三种情况，患有慢性皮肤病，如果你有湿疹、牛皮癣或其他慢性皮肤疾病，使用之前最好先咨询医师，因为这些皮肤病的患者皮肤比较敏感，容易受到刺激。第四种情况，糖尿病患者或血管疾病患者，如果你有严重的糖尿病，特别是已经出现末梢、神经病变或血管病变的患者，使用之前一定要先问过医师，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感觉比较迟钝，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到皮肤受到刺激，导致伤害加重。林医师的提醒，不要过度使用。即使你没有以上这些状况，林医师也提醒你，不要过度使用。虽然米酒浆液是天然的，但任何东西用多了都不好。如果你涂得太频繁，用量太大，皮肤可能会变得乾燥，受到刺激。正确的使用方式是每天1到2次，适量涂抹，按摩3到5分钟，然后保暖，这样就足够了。林医师说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我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能够谨慎负责，认地对待自己的身体。有任何疑问，随时可以咨询专业的医师。使用米酒浆液只是保护膝盖的第一步。林医师说，如果你想要让膝盖真正健康、长久地陪伴你，你还需要养成5个重要的生活习惯。习惯1，每天锻炼腿部肌肉10分钟。强壮的肌肉是保护膝关节最好的盔甲。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材，在家附近的公园或者社区的活动中心，就可以做简单的深蹲、抬腿运动，每天只要10分钟，坚持下去，你的大腿肌肉会变得更有力，膝盖的负担也会减轻。习惯2，减轻2到3公斤体重。如果你的体重稍微超标，那么试住减轻2到3公斤吧。记住，减少1公斤体重，就能减少3到5公斤对膝盖的压力，这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习惯3，避免长时间蹲煮或跪煮。台湾人习惯蹲着洗衣服，跪着擦地板，但这些姿势对膝盖的伤害非常大。林医师建议，尽量改用其他姿势，或者使用工具来减轻膝盖的负担。如果真的需要蹲或跪，记得时间不要太长，坐一会儿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下。习惯4，每天走路30分钟。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之一，它既能锻炼肌肉，又不会
对膝盖造成太大的压力。你可以在住家附近的公园、河堤或者社区里散步，记得要穿舒适的鞋子，走路的速度不要太快，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。习惯5，注意保暖。台湾的气候潮湿，冬天湿冷，夏天又常常待在冷气房里，这些都会让膝盖受寒，血液循环变差。所以无论什么季节，都要注意膝盖的保暖。冬天可以穿长裤，戴护膝；夏天在冷气房里，记得不要让冷气直接吹到膝盖。林医师说，保护膝盖不是1天2天的事情，而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但只要你愿意开始，从今天开始改变，你的膝盖一定会感谢你。现在，我想邀请你采取行动。如果你决定从今天开始照顾你的膝盖，请在留言区留下数字8，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你能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爸妈、阿公阿妈，或者任何正在默默忍受膝盖疼痛的家人朋友。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分享，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最后，林医师想对你说，祝福你能够保持健康的双腿，走遍所有你想去的地方，陪伴所有你爱的人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